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三甲的文主公病院去永高的预防车注射站替民众注射，所发生 BNT 预防车无透报就注啊，有25个民众去注着。病院是坦白信号，目前有9个人在病院观察。新北市卫生局嘛暂停文主公病院注预防车业务，要先停1礼拜。深深一局中，温主公病院为主编体疫苗的所设会室内，而且温主公病院永高区永福宫注射站替25个18到65岁民众注编体疫苗原液。温主公病院解释是药师甲护理师交接无确实。药师直接把这个交给，就放在冰箱里面，说这个25瓶要先施打。那护理师知道说先施打，然后看有些瓶盖掉。他们因为以为这些是稀释过，也以为是残剂，所以每一瓶抽1份。温主公病院强调，150注的是线装25罐，原液用注150人。医师伫收的时阵去吸到挂落去，透报前后疫苗拢是无效，所以无发现。编体疫苗每罐有0.45毫冷冻浓缩液，爱用1.8毫无菌生理盐水注射液来透报，比其他厂牌疫苗前置作业时间佫较济。目前已经有20人回门诊检查，9人住院观察，5人已经联络表示无特别症状，相关检测会继续1个月。院长吴志雄表示，注超量对少年来讲较危险，18到20岁有5人，其中3人住院观察。9位住院里面，看起来今天早上去看，大致都平顺。那除了有一位就是施打的地方有点疼痛以外，同一个这个护理师打的都是有问题的。监视器因看到迄一天做的情形，指挥中心表示，国外文献组上过大剂量，较明显的是做的部位痛、红肿，目前无看到无需要做第2剂。它的第2剂的部分，我目前有寻找文献啊，还有跟专家这边还会再做咨询啊。那目前看到并没有说不需要再打，或是说要接种其他，我们还会再寻找专家的一个意见。新北卫生局也下令温主公病院停止注疫苗1礼拜，原本有约28到10月初1的800个民众，刷到清福病院来注。另外2个注射站也要安排其他医疗团队接手，医疗赔偿部分会由新北卫生局协助病院甲民众对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甲秘鲁之间的旅游气泡，伫8月份的时定启动。秘鲁的观光局伫昨时公告讲，会使提供旅游气泡的旅客选择辉瑞 BNT 也是莫德纳这2款预防针。秘鲁的卫福部是通知讲，对10月份开始，会使提供辉瑞 BNT 也是莫德纳这2款预防针。因为莫德纳预防针数量有限，所以每一班回轮机上侪是10个上少是10个，上侪是30个名额。若辉瑞 BNT 的预防针是无限制。秘鲁伫8月份要暂停提供莫德纳预防针，若即马是又搁开放啊，对10月份开始，这嘛会使成做选项之一。根据秘鲁政府即马的规定，因为国际疫情也是真吃力，无做预防针也是做好头一档预防针的人，才要做预防针的人会使去秘鲁做预防针。要毋过若是单纯敢若想要去遐佚佗、要去遐耍的，无愿意注射的，就袂使入境。若2档拢有做好的人，会使摕证明才会使入境。来关心美国进前是宣布讲，对11月份开始，有做过2档WHO 认证的预防针，才会使入境美国。若日本即马嘛宣布讲，有做过2档莫德纳、BNT 也是 AZ 预防针的人，去日本就会当缩短检疫的时间。目前美国甲日本的政策拢无包括咱的国产预防针、高端预防针。国产的高端疫苗，国内已经开始做，不过美国白宫进前才宣布，11月初要入境美国，爱完整做莫德纳、BNT 等 WHO 认证的疫苗，高端无伫内底。迄个时阵，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美国也无宣布高端应当做疫苗护照的一个沟通。日本也伫日前宣布，完整做 AZ、BNT 甲莫德纳疫苗，入境的人隔离天数应为14天，减少做10天。高端是毋是得到日本承认？指挥中心强调，
技术性问题上，拢言讲，高端资格认证部分应提供更加侪资讯。疫苗护照的这个认证的部分，那双方当然未来针对这个有一些是技术上的一些规格的问题，那这样都可以谈。其他疫苗就是说或资格认证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可以再提供更多的资讯？那在高端的这个部分，日本敢若接受辉瑞、莫德纳甲 AZ 疫苗，无包含台湾国产的高端疫苗。外交部表示，会继续跟日本沟通。我们未来持续配合我们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他们专业判断跟边境管制的措施，来积极跟日方协调，来协助争取国际疫苗接种的相互认证。他们的目的其实大概就是要使用到自己所认可的疫苗啦。已经打了高端的民众那如果真的急需有出国的话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安排一个特别的管道能够让这些有额外在符合他们的资格。对比起放零边境措施，都无将台湾国产的高端疫苗放在内底。在野党也呼吁，高端疫苗应该赶紧争取国际认证。外交部强调，会全力配合指挥中心，积极协助甲日本协调，争取国际疫苗的互相认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减少，各地是高温烧热，过昼爱细日西北风。咱来看温度。今日只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过昼了后，伫南部抑个山区有诶所在会落局部短暂雷阵雨，都会范围无啥大。若温度诶方面，早暗是正舒适，各地低温大约是24度至27度。早起诶时，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诶关西，干若19度。要过日时开始就会较热，高温有31度至35度，而且紫外线诶指数嘛达到过量诶级数。出门出外爱唔通晒着伤。拜五、拜六太平洋高压会减弱，所以天气又搁变无稳定。过昼了后，对流发展嘛较旺，山区到平地拢爱细日上大雨，激烈的天气。另外，受中度的风台蒲公英环流的影响，今日开始到拜六，伫北部、东部沿海爱细日长影。来关心国军伫昨透早6点的时，是伫总统府头前做双十节演练，有军机飞过总统府，阁有空军的雷虎小组 AT3教练机压尾冲场。另外，即届阁有一面大面45公斤重的国旗，会用军机调入去现场。双十节历年重头戏一定有空军雷虎小组，今年也再度担任红地戏冲场。3架 AT3教练机快速飞过总统府顶面放彩烟，成做双十午宴的焦点。国军礼拜早起6点展开双十大典的半平流浮演，出动各属战机、军机，总计29架次陆续飞过总统府，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超级木架抓乌鹰。另外，国军3大主力战机 F-16幻象2000、IDF 天国号是组成快速机梯队连续登场。今年也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由 CH-47SD 直升机吊挂史上上大的国旗进场。陆军航调部接到当日礼拜伫汤圆中社野区演练吊挂前夫接把史上上大国旗，长度就有18公尺，宽12公尺，重75公斤，挺开占地大约65平。因为吊挂需要配合国歌领唱，总统考验飞行员的编队技术，透过2个月的组合训练，才会当展现完美的队形。那原则上，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在每一次的测试阶段，我们都要试出旗帜它会撕裂的一个状况。拄到民国10年，今年的国旗旗啊，唔哪加大，就连材质甲制作上也真用心，优点都是用点悬，抗击力强，演电上好。它的旗面会比一般降落伞来得更强，所以在抗风底下及在我们旗面在释放的时候，造成摩擦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造成磨损。军备局总计生产训练用甲双十用4面旗，每把国旗用3礼拜制作。陆航局中了会做足准备，予大把国旗伫双十大典国歌领唱的时阵顺利伫高空飘扬。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全国的教育实习学生，对明年正月开始，逐个月会使领到5000块的实习奖助金，上济会当领半年，计共有3万块。教育部已经编2亿的预算，但立法院通过就会使发放，大约有5000外的学生囡仔会使领到。
咱来看联合报，咱台湾女性30岁了后，劳动参与率有较低，是哪来哪低？过去较接看到讲，石头路主要是登去顾囝。也毋过台大经济学系教授甲2个博士生、博士后研究员分析咱全国2008年至2019年报税资料，发现讲有且看护工的家庭，查某囝的劳动参与率是比已经结婚的后生较低1成半。认为少子化、高龄化、女性石头路登去照顾爸母，才是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主要的原因。来关心《中国时报》。今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较严，晶片是真欠缺，这嘛严重影响全世界汽车产业。真侪国家的政府官员、政府高层拢有亲身出去救火。主席会是公布一份报告，讲半导体晶片欠货，即嘛已经成做全球产业史上的代志啊，会成做一款新的常态。爱等到明年下半年，也是后年才会较量。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放令场馆的防疫管制，所以文化部嘛宣布讲，表演场馆、电影院唔免过用煤灰做，唔免浪费济啊。左手乐手带来打击乐四重奏脱离速度，宣告朱宗庆打击乐团35周年的音乐会，伫要伫10月份举行。针对国内疫情渐渐转好，指挥中心调整各场合的防疫管控，文化部嘛开放表演场馆甲电影院会当坐满。非常期待哈，那么表演团体能够有做这样的演出，能够全席位，的确是活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转机了。今天的开放不是明天就很多人了，还在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场馆开放的消息一日出来，好一寡演出团体拢真期待，立即调整档期，也甲演出的场次。间隔座它可能票房的座位席次大概会降至到50%左右。那有些团队大概像10月份的演出，他们就会想要全席开放。那在售票的部分呢，我们会带团队跟团队做一些沟通，让他们可以开放更多的席次。其实是在5月21号到6月3号原本要办理，其实我们当时的票都已经是全部售完的，现在总算可以再重新回到那个电影院来观赏。17部主要都是以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为主。以法国新潮流为主题的2021台北文学电影展，延期4个月了后，要伫10月底开始展开。除了电影以外，还有讲座、书店这活动。期待疫情转好了后的实体展演，会当让艺文相关产业渐渐热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转好，疫情有较稳定，一寡民众开始放令家己的防疫措施，自动放令。亲像伫嘉义，就有民众发现讲，即马去菜市啊，已经无啥人在做实联制啊，甚至伫台南阁有店头根本就无挂喙罨，就咧做生意。啊，若伫台中嘛有浸温泉的所在，民众拢无挂喙罨，毋过业者嘛无咧管。开机车一只进入市场，完全无扫实联制，未少婆婆妈妈也无做。疫情转好，嘉义市这个传统市场，互民众质疑实联制无落实，也阁有反纳防治控无提供实联制条码。今天已经大部分都有用了啦，还有固定的话都有。反纳跨境法院按讲拢有照规定，政府也要求工作人员严加稽查。那传统市场台南也有店家无挂喙罨做生理，互检举。指民众PO网的影片供负责人查看，负责人坦诚，当时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戴口罩，也会制止啊。对，就希望他防护先做好，这样我们买也比较安心。违规店家将向警方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请卫生局裁罚。伫台中市和平区也有温泉业者防指控，无控管人数，无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人去浸温泉也无挂喙罨。民众投诉的旅馆，联合稽查小组将再次前往稽查。业者如未落实总量管制、控制人流，将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台中市府表示，将组联合稽查小组，逐礼拜4到5天稽查旅馆业者的防疫作为。民众若可抗有缘无要挂喙罨，会当裁罚相关万5以下罚款。呼吁民众虽然疫情转好，也毋过防疫有缘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7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205例。中国嘅病例有96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是超过16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3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嘅国家英国超过773万例，伫法国嘛已经超过700万例。镜头来德国嘅国会大选选举已经结束啊，验过啥人是会当做新政府也未确定，因为得票率排第1嘅社民党是希望伫耶诞节进前会使做新政府，验过梅克尔执政10多年，基民党也是第2大党，两大党摕得票率都无够3成，拢爱去找其他嘅政党合作，实处才有法度过半，才有才调做新政府。We will be very fast in getting a result for this government, and it should be before Christmas if possible. 得票率甲实处加正济的社民党，特别代表争取总理大位的小资，面对国内外记者显得真有自信。验过总实处709席的联邦国会，要得到组阁权，必须至少爱355席。排名第1的社民党摕到206席，第2名的基民党联盟有196席，拢也差真远。要讲倒一寡政党结盟，都成为刷来几个月德国政坛焦点。实处同款大幅度成长的绿党，原本计划单独甲社民党合作，按过2个加起来敢若334席，所以协调摕92席的自民党，才阁决定甲省合作，这是目前的方向。绿党的代表色是绿色，自民党是黄色，连做甲红色的社民党结盟，就变做所讲的红青顶联盟。不过绿党是讲，另外一个色是乌色，要斗做牙买加的国旗色嘛是会使。Eine Ampel, und das würde respektiv auch für Jamaika gelten, folgt einer komplett eigenen neuen Logik. Jede Partei muss das Bündnis aus sich selbst heraustragen. 执政10多年的基民党联盟也无放弃继续组阁希望。Ich beanspruche nicht Platz 1, wir sind Platz 2. Aber eine Koalition bildet sich an Sachinhalten und aus der Mehrheit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虽然内阁组成也是无法度确定，不过极左派实处减少真济，无可能出现全面改变政策。也若真有可能伫新内阁有位的自民党，互人认为对企业界较友好，所以选后隔天，也就是27，德国股市已经起价收盘。公司新闻持家人变异。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地铁最近是推出面膜的支付系统 FacePay， 也就是讲乘客唔免买票，靠你的面膜就会当直接靠你的车钱。听起来是真利便，不过有民众即马烦恼讲，这敢是国家扩大监控的步数？免车票、免电子票卡，即马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坐地铁，佮加一种支付方式，乘客只要用面就用入站。这套新的面部辨识支付系统叫做 FacePay， 7月底开始伫部分路线试行。乘客先伫个 App 顶关注册，提供相片甲口座资料，就用 FacePay 扣钱。进出车站只需要开标证。Снимать маск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нет. Также пассажира камера узнает, и он с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в маске. 莫斯科地铁逐天载客量超过900万人，市府认为 FacePay 应互排队买票的人减少3倍，佮强调袂滥用乘客个资，只有内政部有权限查罚。虽然真方便，但佮部分民众质疑会侵犯隐私，甚至请做政府打压异己的工具。Массов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я лиц на городских камерах – это тотальная слеж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а гражданам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это 100% буд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только в своих интересах проти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ппонентов или против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власти не нравятся. 烦恼毋是无影的代志。莫斯科是中国以外有上侪面部辨识系统的所在，规都市已经安装超过18万个面部辨识功能的摄影机。进前警方就用这套系统掠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民众。目前注册 FacePay 的人数无济，敢若1万多人。莫斯科地铁是强调会继续推广，按算10月中全部241个地铁站拢会启用。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关心中国即马监控的范围是愈管愈宽。中国官方亦宣布讲，被禁止播出1米的贷款广告，嘛袂使鼓励整容，用整容前、整容后做比对来看广告来向消费者。
因为即马中国人有钱啊，毋那查某囡仔爱水，查甫嘛真爱水，靠外表伫社会走跳的人是愈来愈多，有人甚至已经动过60外届整容的手术。互医生检查翕相画出参考线，27岁下属前拍算将片仔修理一下。还好吧，不紧张。袂紧张是因为毋是第一摆动刀，因而且才开17万新台票做面部垫物件手术。生长在农村，然后脸又黑，然后皮肤又不好，然后我觉得条件也一般，然后当时长相也不好，所以总觉得在身边人就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夏素英做科学研究的工作，伊感觉家己外表亲像中年人，想要透过整形变少年，互家己更较有竞争力。对工作部分靠面食饭的演员李乃文来讲，整形是真平常的代志。伊的面已经做过60外摆美容。以我之前的那个颜值啊，就是说你不能说有多丑，但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一般人。李乃文无的确是一个极端，不过愿意伫个面顶悬动刀的中国男性是愈来愈多。根据中国饲料公司爱瑞资讯的调查指出，17%的白领阶级男性做过美容治疗，其中大部分30岁进前就做第一摆美容手术。另外一份信用医美的调查显示，20多岁男性上爱目睭甲鼻仔的中间手术。其实我们整形界有一句话呀，要特别小心男士整形。因为男人一旦注意到细节方面，他会比女人还苛求。中国医美产业2015年时阵，产大价648亿人民币，即马已经有1970亿人民币。不过，要素亲近消费纠纷也捌发生过人命。加上北京当局最近大动作整治少年性美观，禁止鼓励女性癖。当地监管单位8月就表示，要严格处罚制造容貌焦虑利用广告代言人，或者是治疗前后效果对比来做宣传等。要讲医美市场前途乐观，依然上过早。公司新闻7万0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昨昏是个发射不明的飞弹，北韩的官方媒体即马是声称讲，昨昏因是试射新型的超高音速飞弹，会当提升北韩的防卫能力。来关心泰国的教育部长，伊的面册刊出官员记载区刊载的相片，也毋过互发现讲这是修改过的图，因为互脏掉啊，所以一团原图，结果是一张旧相片。来关心日本自民党裁选举今仔日投票。决定讲谁人是新的首相，目前河野太人赢面上大。是行政院长好，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去立法院报告，共款予国民党的立委阻碍规定。早起9点，国会议场铃声响起，国民两党立委客伫台前，一边要阻挡行政长苏贞昌施政报告，另外一边要为伊开路。苏贞昌手头的麦克差点互人抢走。蔡副院长，各位委员先进，陈长义啊，来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来，大家请坐。这样让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心，台湾永续发展，经济成果全民分享。谢谢大家。20秒57个字，真正完成施政报告。过程中压力冲突无停止，杀来杀去。主席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宣布，施政总质询开始，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也质询苏贞昌将近6分钟，不过压力也是继续冲突，两党老人向对方泼水。现场伤过吵，质询暂停，主席宣布休困，调解协商，不过到下晡也是无共识，协商破裂。民进党团了后，透过换质询的顺序甲改书面的方式，互原本排伫后边国民党团总调费鸿泰轮到上台质询，不过双方阁爆发另外一波冲突。请按铃，请按计时器。来，请费鸿泰委员。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任意更换？立法院有这样子的会议的主席，有这样的副院长，立法院永远无休。
国民党团要求立法院技术处回释的安那无拜过退回所有法案，就按表决。民进党团强调一切依照技术规则，各批评真济国民党立委将麦克假啊甲民进党立委手机啊偏向主席台，爱送纪律委员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华电信工会要求公司加薪水，要个公司无同意，所以工会拍算要发起罢工。中华电信2020年营收上看2076亿，今年8月份财报也传出好消息，合并营收170.4亿，相连电信获利龙头。不过工会200下到包围总公司，向外界控诉，其实中华电信10年来少年一辈员工待遇普遍真低。我们新进员工只要进来的薪水都相对的比较低薪，3万多而已。工会指出，中华电信平均月级6万块，不过30岁左右的员工无到这个薪水水平，加上中华电信面临组织转型，所以工会年初向资方要求，每人逐个月加薪5000，而且无甲考绩挂钩，不过无得到资方同意，将准备传达22000多名员工展开罢工投票听书。包含我们的数据宽频，包含我们的5G 网络，我们都希望能够网络品质稳定，希望我们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在公司协商的过程中间能够尊重我们同仁。事实上还有第4季，大家还要共同打拼。那公司有好的业绩，自然加薪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敢会当替员工加薪？中华电信强调，爱看第4季当然的拍拼。工会指出，全台9.9个市会、个网甲网络终端拢将压伫中华电信。为问市点员甲数据大楼的工程师，拢可能因为参与罢工，对通信运作产生冲击，也是延迟维修等服务。所以呼吁资方尽速甲工会实质协商，避免行到罢工这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文主公病院爆出甲民众做无透报的 BNT， 受害者内底有一个是新北市议员的阿嫂，因讲当时接到电话是紧张假。新北市三甲文主公病院标出将无透报的 BNT 疫苗，予25位民众做，其中一人是新北市议员林金佳54岁大嫂。伊后生表示，妈妈自7岁起做疫苗了后，有头壳晕、胸坎杂杂，后来接到病院电话，叫是诈骗，不过因为烦恼有副作用，赶紧让妈妈去带院检查。妈妈正紧张，手是皮皮搓，讲话亲像要交代新后事。昨天晚上要收东西，对啊，他紧张到跟我讲话，手会发抖，讲那个就好像在交代后事一样，这大家都会紧张啊，这谁不会紧张？林先生表示，妈妈有心脏方面的病，即马伫病院是一直困，有吊大肠、短暂扫描，不过也是伫病院观察2-3天，甚至会提出赔偿。伊表示无这拍算，希望妈妈平安就好，赶快代志唔通阁发生。这个当然没有想到那边啦，但是主要现阶段就是人平安没有事情，这样才是最重要的。住院观察到没有问题后，他有时候可能还要再做1个月的追踪这样。那卫生局呢也与专家小组呢组成了一个专案小组，好来进行调查。那我们也要求医院在不管是人员的训练，还有呢各种的 SOP 的一个落实上面呢做进一步的一个精进演练。新北市卫生局爱文主公病院暂时停止疫苗1礼拜做处罚，确实无改善会阁延长。市长侯友宜表示，确保所有民众平安上重要，会一直对25人关怀甲健康监测，对病院由卫生局负责加强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师大附中连续3天要替学生囡仔做预防针，是伫教室内底做。那 BNT 预防针到货时间因为超无拄好，目前阁欠30万童，有的学生即马要延后1礼拜才注射。这条简单工作台甲布里亚医护人员伫师大附中行政人员甲家长会志工引导之下，快速进入另外一间教室，准备替这班学生做疫苗。我觉得如果跑去礼堂的话，那反而可能会有点增加紧张的心情，因为跑去礼堂打针这种仪式感，就会让你有点紧张。附中表示，高国中部有3390名学生，是北市上济学生的完全中学，无可能一天完成。学校家长甲病院评估，学生无叮当，医护人员当是上妥当。反正学校蛮大的，还要走一段路回教室。那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必须打完针休息半个钟头。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孩子是不宜移动。北市原本规划校方 BNT 9月22到10月初6全部做完。不过因为中央延迟配送第3期疫苗，将有19校延后做疫苗。
影响的就是10月5号、6号这2天预备要接种的场次。那总共有受影响的有19所学校，大概有13000个学生。北市2间高中职、14间国中加3间外侨学校，将延到10月初9了后做疫苗，指挥中心回应，多谢各管区的配合。目前校园约欠30万剂，一旦疫苗入来，就会随提供。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当时外尾社区是举办阿公阿嬷带孙做伙画图，甲生活故事画落来。囡仔画图个大纸，真专注地甲因阿嬷的模样，用伊的方式创作出来。一阵老甲子同齐伫现场画图，看起来是真甘心。这是云林当时的画埋社区，社会处办课程，互阿公阿嬷甲孙仔做伙创作绘本，画出生活的故事。好玩，今天可以跟阿公阿嬷一起玩，很好玩，很开心。真趣味，足热情咧，甲阮上啦上课，也毋捌听着这款故事咧，今日头一遍。足热情咧，甲阮讲，阮嘛真注意咧，甲听。留偌久毋捌甲阿公阿嬷好好坐倒来开讲，做伙完成一件代志。现代人生活无闲，娱乐嘅选择佫较济，渐渐和老一辈时代就较无交叉，也互相无了解。透过这个活动，通加深阿公甲阿嬷佮有孙仔之间的感情，也好细细听时代精彩的人生故事。今日特别。甲咱阿公阿嬷，甲咱这孙仔，含伊的孙仔，做伙带来甲咱这个社区的据点，互因阿公阿嬷含孙仔做伙共同去想一个故事，还是讲是画一个心情，还是画伊过去这个在地咱这个所在地方的生活历史，互阿公阿嬷透过这个画图的过程，含孙仔去做一寡对话，孙仔会当家己的感想，还是讲对着阿公阿嬷。这个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表露出来。老师也结合声音甲图画，互来参加的民众发挥创作力，用绘本记录生命的故事，也表达因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推出海沙保护白限定版，是用买来的塑胶杆仔挂做的，会使摕去附近的店头买物件，嘛要推出减少塑胶救海洋的精神。大人囡仔摕着落啊，伫咧海边啊，毋是咧捡宝，是咧捡粪扫。捡着的粪扫，阁会当换东港版的海边货币。这个古锥货币是用无爱伫的杆仔挂做的，会当伫店家消费，阁有优待。之前一直印象是小琉球有一个海滩货币嘛，那想到东港也有这么的活动，那看了他的活动之后，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加入，为这个环保尽一份心力。因为毕竟地有这一个嘛，那东港又是自己的地方，能够让它变得干净，游客常来，其实对整个观光业各产业都是好的。屏东县政府表示，目前推出智能旅游，希望民众会当伫旅游时阵，家己早环保餐具，避免使用一摆性的器皿，希望智能旅游渐渐会为东港拓出去。所谓的责任旅游，我们垃圾减量哈，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维护整一个环境清洁跟生态的一个旅游方式。屏东县政府嘛强调，东港版的海边货币只是开始，未来期待会当伫各地推出智能旅游，和海洋保护甲环保概念会当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这几档推动食物卫生，希望医生找出病虫害对症下药了后，农民会当减少使用农药。穿白袍斟酌咧替农民诊断作物的王仁伟，是农委会派去伫客家农会食物医生，专门来甲农民斗诊断病虫害，互因会当有正确的用药观念，毋但提升作物的品质甲产量。更加会当促进减少使用农药。用药不清楚，或者是说病虫害的鉴定跟辨别不清楚的部分，他们可以去做一个咨询，那也可以从根本去做到农药减量跟农药正确使用的一个概念。作物生长的问题，通常不只是病虫害，土质、气候也是灌溉方式也会影响到。为着要理清复杂的生长问题，对症下药。农委会这几年是大力咧推动食物医生，目前全台湾有40多位食物医生，因会进驻各地农会、农改场，去到田里找出问题，彻底改善政策。很多的不一样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有病虫害的，也会有栽培管理的改良场跟一些教学单位。
他们也会协助我们去做更进一步的诊断。阮客家区的农友以外，咱附近周边的农友若有这个需求，阮嘛愿意提供这个服务。即马农业抑阁占正大比例的台南，敢若有3位食物医生，客家嘛是真无简单，才争取到其中1位。因也真欢迎周围地区的农民来遮找食物医生斗3工，为源头来改善作物，也促进食品的安全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家己最上的木瓜产量受天气影响减3成，也阁有一个产销班因此去指挥农场用科技来管理，按算讲每年的产量会当提悬3倍。超过20公顷的木瓜农场，只有12个农民管理，因原本拢是同一个产销班的成员，因为认同农业科技的趋势，做伙投资成立这间科技农场。比如说连续大雨来之后，马上大面积的可以透过智慧农业这种机器，然后可以大面积的来做这种杀菌的动作。农民指出，设备会当针对天气甲温度来协助压水、杀菌等等的工作，保持木瓜浪费的情况，嘛减少后尾爱收回收购这一寡田内底管理的代志。授粉比较良好，然后收果率也高，对，然后就是它那个对树还有那个虫害降低很多。这个13班其实他们从产到销，我们针对的就是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通路。好，那这些市场通路，我们也现在积极在协助他们把这一个所谓包装期货的场域来跟公所来承租，那未来能建立所谓的这一个一条龙的生产的模式。今年受天气的影响。最上项木瓜的产量比去年减3成，但是班长讲，因今年的收成有580吨，甲去年差不多，而且内底14公顷已经有产销履历，暗算明年的产量会当提升3倍，真正发挥科技农业的优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天5月10月7日要开始使用，各县市拢有推出好康，来看新竹县市有啥物款好康。北部老街就算是假日，人客看起来白冰过去，减了真多。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做生意的店头对后个月特别启用的5倍券充满期待。县市政府也希望用活动来吸引游客，和观光业会使赶紧恢复正常。在5月份的时候呢，几乎都已经是大家都停业的状态。那在7月份、8月份这慢慢的在复苏，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景气上面还没有恢复的那么快。振兴券1000块来我们新竹县住宿1晚，我们就给你现折600块。另外呢，还送你600块的一个消费券，让你在我们新竹县的不管是游乐区、休闲农场、商圈等等这些店家，只要合作的店家，你就可以来做一个消费。饭店业者嘛配合活动，到10月底进前，则平常时使用5倍券来带饭店，每一暝送一暝。吸引民众来新竹县佚佗。我们专案是3499起，住房会加赠平日住宿券1张哦，住宿1晚不用再额外加价，那还可以享有早餐买1送1的用餐优惠。看好5倍券商机，各县市拢推活动，来抢观光客，就是希望疫情缓和了后，会使顺利振兴经济。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红红山卡有一块国有地，国有财产署打算要租予厂商来起太阳能供电。不过当地里长认为无事先参详，而且烦恼影响健康，带民众出来抗议。红红山卡这块1公顷外的空地，业者已经请怪手种地。这块国有地未来要起太阳能供电，却引起附近徛街民众的不满，里面制定Q布条反对。无赞成啦，伊嘛对讲人身体安怎样，这样我那唔捌啦。这个田是西红柿，这从日据时代就种田到现在了啦。啊，为什么他现在政府会租给做太阳能，然后再破坏这个环境？那日后造成淹水怎么办？居民不满业者撤树啊，而且若是起供电棒，甲边仔这排徛街，再架一条6米的巷仔，时大拢惊影响健康。里长认为，国产署甲业者拢无尊重地方，希望市府会当撤销这个案。我有请他说，那里面有很多疑虑，那希望他来开说明会。那他也很强制说他就是合法，所以他没有来开说明会的必要。那边都没有所谓基建的规定，所以我们就在110年的3月24号就核准这个新办的事业计划。
那也提醒厂商说，应该要做好敦亲睦邻的工作。面对民众反对，郭产署强调尊重地方佮市府的意见，若是认定无适合开发，因嘛会收回土地。里长佮里民是希望空地会当做地方池公园，也是停车场，才是解决地方的问题。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咱台湾穆斯林的人口大约30万人，因逐工得爱朝拜、食物件，嘛有严格的宗教规范。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即阵仔就在推动友善穆斯林的计划。普礼拜坦向圣地未改的方向朝拜，一天爱做5摆，这是穆斯林的日常。不过，在台湾，穆斯林的人口算是少数，包括朝拜、食食等等的宗教规范，实践起来会拄到真侪困难。首先就是吃的问题，因为伊斯兰宗教教义的规范，我们对于除了猪肉以及酒精类，还有相关的其他动物，鸡鸭牛羊肉，都有一些食材上面的一些要求。在台湾现行的社会环境中，要取得日常符合他们饮食的这样子的餐点，实属不易。更别说是来就医。北医大附设病院启动穆斯林友善计划，除了设置穆斯林祈祷室加静心设备，伫灶骹嘛设置穆斯林食食专门处理区，鼎、刀等等用品拢分开使用。另外，还有清真认证商品专区，专门卖有清真标准的商品。阿拉认证这个过程，其实它的肉类要特别去采购啊，不是我们一般在市场可以买的。烹调的那个调味料哈，其实大家都想说，不要用酒精，那当然没问题。可是后来我们认证才知道说，哦，原来酱油会有酒精这件事情。北医大附设病院表示，其他北医体系的病院，亲像祥和病院、万丰病院等等，嘛会启动穆斯林友善计划，希望伫台湾的穆斯林会使得到舒适的就医环境。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来关心 WHO 上新的报告，全世界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有5500万人，其中有1成是65岁以下少年型的患者。失智症即马是全世界新的公卫议题。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9月初所公布的报告，全世界已经有5500万人得到失智症，相关的医疗支出到1.3兆美金，而且唔但富裕国家，中间收入国家失智症患者也伫咧增加。In fact, over 60%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liv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Due to population aging, we expect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to increase to 139 million by 2050. 失智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会影响患者的记忆力、甲学习、讲话能力。患者变侪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化。不过，唔通就是讲，只个老大人会得到失智症，65岁以下人也有可能得到。In that case, we speak of young onset dementia, and that proportion is roughly about 10% of all the dementia cases. 不过，失智症也唔是完全无法度避免。世界卫生组织强调，透过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饮食。戒烟、戒酒，拢会让减少发生失智症的机会，而且自少年时阵就开始预防。也希望每一个国家拢提早应用建立网络。目前全世界只敢拿1/4的国家有制定相关的长照政策。公司新闻是万玲报道。美国人造肉的业者是推出用食物性的蛋白质取代真正的鸡肉，伊嘛打算去国外开店，伫香港甲新加坡，即马是推出素猪肉。鸡肉放入鼎内，经过高温油煎了后，看起来酥酥胖胖，互人真想要食。不过，你看到的这块金黄色的鸡肉地，不是真正鸡肉做的，是人工做的。We're launching a product that is delicious, more nutritious for you, lower saturated fat, fewer calories, and has far les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环保气氛流行，美国两间人造肉公司 Beyond Meat 加 Impossible Food 是用食物性蛋白做原料的人造肉。另外，公司宣布甲素食业者以及外送平台合作，冷冻食品嘛已经开始伫超市架仔顶开始卖。That we're using fava bean as the core protein source, and what is exciting about that is that we're
trying to introduce to the consumer a diverse bench of proteins that we can pull from. 食物肉主要成分是大豆、扁豆、蚕豆这豆类，也是小麦、芹菜、甜菜根的食物，佮加入食物的血红素。一直实验了后，才互素肉口感外观甲真正的肉会当相比拼。With the hope and the mission of we are going to reduce human consumption of animals, we're going to reduce animal slaughter, then you have to address chickens because, billions of chickens are eaten, chicken eating around the world is enormous. 人造肉饲草大家看好，业者也积极伫海外布局，一定伫香港、甲新加坡、甲餐厅合作，出人造肉餐点，要推广素猪肉。进前，好莱坞的明星里奥纳多也宣布投资以色列甲荷兰两间新创公司，开发新的人造肉品，希望用改变咱人食食的方式对抗气候变化。因为环保人士是认为讲传统的畜牧业会产生真侪温室气体，精生啊本身也会制造真侪二氧化碳排放。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译。感谢详细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